讲到这空雷风台下晡1:40的时阵，伫台东的成功附近来登陆。空雷受到这地形影响，目前已经减弱，变作是中度风台啊。这风台通过着中央山脉了后，风场会变作偏南风。这中南部地区的民众要注意哦，是因为这深更了后，雨水演变更较大，会一直落到透早。空瑞风台中心伫31下晡1:40左右为台东登陆。中心通过中央山脉了后，结果受到破坏，关键站有小可分开，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，范围嘛豆豆缩小。按算东半部暗时8点了后，雨会明显较细，风场转做是偏南风了后，中南部的雨暗内会愈来愈大。桃园以南的区域，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，台风进到海峡上面，一些西南风的影响，所以今天晚上的雨势还是会增加，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。24点钟以来，东北部的雨是规通道，宜兰县大东乡累计已经超过757毫米，花莲县玉里降雨量嘛有736毫米以上。台中市和平区累计降雨量超过645毫米。专家分析，风台登陆了后，减弱了真紧。按算拜五顶半部，台湾本岛就会慢慢脱离暴风圈，要来马祖是爱到下晡。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海水温度不高，然后高空有强风切，还有一些干空气的入侵，这个都是不利于台风维持跟发展的一些大气条件。前气象局局长陈明典伫当面册普文，空瑞风台登陆了后，伫嘉义县外海边的所在，有一个真明显西经倒头西方向的宽流咧发展，这是受到地形的影响所发展出来的风台副中心。风台通过山了后，现在看到基站的副中心，取代原底宽流的中心。不过，有可能会重新整合。气象署提醒，风台中心出海了后，要是会影响咱台湾。拜四暗偏要是爱注意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，也若西半部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嘛是爱注意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到拜五，中南部要是会有大水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